中国宣布要开放福建的民众会当来马祖旅游。咱国陆委会主委邱泰山今仔日伫发言时指出讲，咱随时拢欢迎中国旅客哦，嘛拢准备好势咯。也毋过，伊认为讲中国的做法无合对等开放的原则。 可以取消，因为现在大陆已经有递出橄榄枝，虽然这个橄榄枝很小，这个橄榄枝有刺哦。对中国接到国民党立委访问团访问中国的时阵，宣布开放福建的民众到马祖旅游，并且有条件恢复福建的居民来台湾团体旅游。陆委会主委邱泰山以草橄榄枝有刺来形容，讲这无符合对等开放的原则。 我方规范的是大陆各地的居民都可以组团来，它限制了这样的一个福建居民才可以到马祖去，而且没有恢复金门全中国的陆客哦，到金门是30.3万，那到马祖的是6500人次。邱泰山强调，欢迎大陆客来台湾观光，但是中国方面的做法有附条件和区别。 操作的方式也跟过去无同，咱同时要进一步了解清楚了，结果做回应。把这些观光产业的人当作人肉盾牌，当作炮灰。22万人，如果你要让这22万人有工作可以做，是要大陆赶快放他的人过来啊！他到现在才放马祖而已啊！一年6500个人，一天不到18个，而且只有马祖地区。应该是要求说，那你应该给台湾这22万人有工作。因为中国也呼吁全面恢复两华航空客运的直航30个航点，但是邱泰山讲，咱方去年已经开放10个月定期航点，加13个包机航点。因为包机航点到即马拢无人问，就讲是毋是要恢复两华直航，或者是取消禁团令。 邱泰山表示，因为新内阁的人选已经公布，相关政策需要等待5日新政府上任了，才个做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